今日中兴大学伊是宣布讲，因开发出一款会当有接触感觉的面板，会当变形，会当春秋，会当家己发电。若是到伫咧因为伤病爱到假骹甲假手的患者顶头，就会当有懵掉的感觉。知影这物件是烧的也是冷的，这成果嘛已经登上国际期刊。伫咧电脑的虚拟空间内底，用手去摸球，信号就会传出来真实世界。黑色的触觉面板会对咧春球碰起来，实际用手落去摸、落去钉，就当感受到球有偌软。中兴大学宣布研发会当变形的触觉面板，上大的突破就伫咧炸断信号的技术。我是做滑动的动作的话，这个我手过去的时候，经过这个线路，那它也会造成不必要的讯号产生。那如果没有做屏蔽这个功能的话，它会有互相干扰的问题。机器人应用的范围真宽，以往敢若会当实现听觉甲视觉。现代透过炸断信号的技术，解决真侪感应器会互相干扰信号的问题，研发出大面积的触觉面板，甲传统的触觉面板比起来，唔但会当春秋对身体甲运动来变形，也可会当透过咧摸的时产生的静电来家己发电。第一个是它不需要电池，所以它可以借由触摸的时候呢产生电力。那我们未来可能可以跟这个神经做一个结合，让这个义肢的皮肤重获这个触觉的能力，而且是在不需要电池的状况下面实现。现代教授罗英志表示，未来也可会当应用伫咧假手假骹的皮肤顶头，为截肢的患者来呈现触觉，也佮有智能A珠啊、元宇宙互动面板等等，甚至佮会当为机器人来看大面积的皮肤。这项研究成果2月已经刊伫咧国际期刊《自然通信》顶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